東風綠色走廊中有一團兼過大甲牌嘅花亮拱橋，非常壯觀。企喺地橋當空可以欣賞大甲牌嘅景，難外還可以半體驗全國火車山路嘅感覺咯。一地接等一地，不但有好風景，不但呈現喺睇眼前，同時也會有千多不曾有過嘅體驗呢。半夜在休閒嘅自行車之旅，充滿了冒險嘅感覺，也係東風綠色走廊貼合上人類嘅素材啦。貴氣哦，鄉親，好啊，頭擺吼，坐火車攏唔定講一個山路地道啊，都帶有一床，都帶有一飯，有乜嘢吼，佢家產入來之後，當地下講，廿兩個人頭擺坐火車吼，哇，一個山路慢慢轉彎呢，好愛神奇哦。係啊，當場哦，一條風控吼，就1269人公尺吼啊。地都都有天火啦吼，有天火當好去啊！地都咱人氣咧，咱咧人氣見吼，當亮吼。啊，因一條咧幫共嘅颱風事件吼，都會按布條吼，熱天都颱風到7點，結果關下來，啊嗱寒天都6點，都關下來吼。安尼一忙出來啊是忙來吼，鄉親吼都係。可能呢天時吼，今日入去了啊咧，當好，真是夠神奇哦！像唐個人聽講吼，一聽到雷陣啊，你真係吼可以看得到大橋，又可以看得到人哋山路哦。你去之後呢，哇，真係感受同人哋平常時行嘅人哋山路吼，完全冇相同嘅感受啊！當然啦，第一條路吼，還有千多嘅景點值得我哋行嘅。沿路係一道吼，等下當時天天就去到天天就介紹吼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就出發咯。好，嚟哦！九號山路已經有將近100年嘅歷史誒，結構完全穩固，全長1.2公里。因為南北向通風條件較好，山路地圖除了通風屯等嘅設備以外，為了安全，兩片山路嘅出入口攏按嚟鐵門。開放嘅時間係早晨8點到下晝頭5點。個北片山路後，大約500公尺嘅地方有湧泉。入到山路地圖，會發現北方有因為常年跌水所留下來嘅自然圖騰景象哦。一條坐喺火車上無法度看到嘅自然景觀，變得極之可貴嘅喲。